大家好，又嚟到一周法庭新聞重點嘅時間。呢周法庭新聞重點落係幾宗同國安法相關嘅案件。正喺服刑嘅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再度遭起訴，指佢在港同已經逃港嘅羅冠聰串謀引入外部勢力，損害中央同香港。案件等候整理交付高院嘅文件，押後5月再提訊。令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同鄒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鄒幸彤申請台灣學者何明修做專家證人，被法庭拒絕。日前頒布理據，指何明修嘅專家報告無助於法庭處理今次案件嘅事實爭議，故否決鄒幸彤嘅申請。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被控同已經潛逃海外嘅羅冠聰串謀勾結境外勢力一案，日前喺西九龍法院再進行交付高等法院審訊程序。由於尚有文件要處理，法庭將案押後至5月14號繼續處理。黃之鋒則繼續還押。現年28歲被告黃之鋒被控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指佢於2020年7月1日至到11月23號期間，喺香港同羅冠聰同埋其他身份不詳嘅人一同串謀，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及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今日有美國駐港領事人員到庭聽審。另外，法庭仍然採取高度保安，進入法庭嘅公眾人士需要接受搜查。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同集團旗下3間公司以及蘋果日報6名前高層等人，違反港區國安法中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等罪成，分別判囚6年9月至20年。案件的上訴限期將於3月9日屆滿。9名被判囚嘅被告中，黎智英透過律師團隊表明唔會上訴判決。另一組承認控罪但最終被判10年監禁嘅蘋果英文版總編馮偉光已經提出刑期上訴申請，其他判監被告仍然未有動靜。62歲嘅馮偉光，案發時係蘋果日報英文版執行總編輯，佢承認一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被判監10年。判刑時，原訟庭已明言呢個已經係條例訂明可以判處嘅最低刑期。已解散嘅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被控港區國安法嘅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開案前，法庭駁回鄒幸彤傳召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作辯方專家證人嘅申請。法庭日前頒布判詞指出，何明修嘅專家報告內容同本案需要審議嘅議題無關，而專長及其專家報告嘅內容亦無助於法庭處理本案嘅事實爭議。法庭認為，只要靠鄒幸彤等當事人去解釋綱領嘅確實意思，其餘屬法律議題，可根據法例及法律原則解答。何明修教授一未能就被告人嘅心態或者意圖提供專家意見，二唔係中國憲法或者法律專家，故唔適合當呢宗案件被告鄒幸彤嘅專家證人。今個星期法庭新聞重點嘅時間又告一段落，下個星期再會。